比如讲对贵气在国家在家手在出家内底当中，传承到这边来了。咁样讲叫做在家修行，叫做在家艺术家。所以伊这已经有一个作品面一直传承下来。咱建议看到咱电子内底当中，下当讲咱在家艺术家，伊个行为啊啦吼，拄着一个事物啦吼，迄个嘛是以前遐跟迄个所在遐啦吼，遐算遐咧拜拜啊，咧做法会啦吼，伊含咱活到比较济，伊甲你讲讲，你看到无办法吼，阮国家吼，要含阮国家受用，咁我哋囝咧是，伊讲毋是讲伊囝咧是谁，我哋亲人啦吼，要阮收都无可能啦。伊讲阮的亲人啦，还是我家己人，你着叫来讲阮收都无可能。咱来讲就是讲，伊的爸母，兄弟要加收都无可能。我是讲，我太太讲，我去无代啊，对阮讲，阿嬷，对阮讲阿嬷我讲太太，我的囝，我的孙，伊嘛是来照干。但是我讲因为咱进应运内底当中，就是在家艺术家。你讲今仔日你伫国家内底当中啦听着讲要出家，就惊要害伊剃头做和尚，剃头做尼姑，家洗穿的，面顶来清净，袂使偷食肉，袂使做歹代志，爱穿家洗，安尼对吼。就五戒，咱五戒是咱甲讲过，伫佛教上来讲过，咱戒，咱老古就讲过，分道有三把，叫四戒，天地250戒。迄是人照伊个规矩要守啦吼，要是咱家己了，对吼，安尼也袂使，安尼也袂使，安尼也袂使。毋过即摆有安尼无啊啦，即摆无啊啦，别人讲，伊个叫做魔法吹毛。我吹，我吹，我靠这个时阵吹毛嘛这个叫做道祖时期嘛。火法吹毛就是讲伊个法律已经保护，这个修行过来底当中，你对过去佛教，佛教交代就是讲出家啦为了在家是必求尼，有无离有无失，有无离有无失，善男子善女离，伊这个在家修嘛出家就是必求尼嘛即嘛呢，即嘛伊啦必求啦，伊啦必反正剃一个头，剃一个头毛皮，就内底就无法师啊。即嘛就咱我身边拢无法师啊嘛即位师傅啊嘛，若法师傅迄地位足悬，敢是叫做和尚上座，上座就因为迄个法王座，迄就是法师，法的讲师，咱就讲叫做讲师，法的老师。叫做法师，叫坐呢，叫做法王座。伊咧讲课是用坐呢，伊咧讲课是咱比较都用起来，感谢咱若过，人看这个道上，师傅说咧讲咱一般学是因为爱像咱一般这个社会，老师咧讲爱用起，这是不同的这个目前中不同的这个修行的这个模式。毋过咱一般都是目前中符合着社会模式。你讲咱一般都情况，伊嘛无叫你袂使查某钱，伊嘛无叫你袂使嫁人钱，但是叫你你个人情况了，你叫你咱偷食嘛，叫你安尼咱偷人做手钱，来做歹代志。这是本来是做人的基本的原则嘛，敢是安尼？做人的基本的原则，人歹代志咧做些啊，咱才是咧修行，当然嘛在修。所以一贯的进步是始终符合社会的这个潮流，那能够一贯的在修行讲起，甚至呢，讲咱的这个今日的实践，甚至咱的根本。讲咱做为事，这是安尼。
所以一食出家，一食在家，这个在家已经足明显，就是把道跟传承的讲这个规体，规体，所以呢叫做规体信仰，规体在莲花，规体要在一类，这个莲花，叫做啦，结成无量，但规体要在莲花无在无。你就会听在莲花无在，而且单单在起来，这个道理，因为咱伫在家要出家，伫这个世间，真正要修成正果，真正是无修，无修。真正人是用心下功夫啦对内心世界，家己真正表现的好势，真正毋是安尼简单。所以呢，受着足侪诽谤，受着足侪批评，受着足侪侮辱。我即摆讲就是简单的啦比如讲，真啊国民党啦，民党啦甚至迄个人民党，因怎啊这个选总统选总统咱比如讲，因为伊要培养一个形象，要培养是一个总统啦。你看有了解的，这电视逐台就在练，逐台就在练，卡卡卡卡给学出来，卡卡卡给你学出来。咁然呢，有影嘛给你批评，无影嘛给你批评，你卡影嘛讲出来，你懂了没？听懂？什么个汉奸啦，什么个扶不起的阿斗啦，什么歹听嘛讲出来。一个民记者徛住，要选总统嘛讲，你这是汉奸，你这是扶不起的阿斗，你这是安怎？其实呢，你讲迄个了解无好，对不？说话你说，因为呢，考进人大练，咱是想讲，对，这个我人怎么做？嘛，不要选得对啦，为什么讲讲到迄个这个祖先的时阵啊，为谁做？这个做拢做学出来，感谢呢，伊这个想法，真正是世间要成就一个菩萨，是比任何一个总统较伟大哦。成就一个菩萨，是比成就一个总统较伟大哦。这个年的这个这个菩萨，这个菩萨内底当中，伊一世人内底当中，你什么物件要接受？什么物件要接受？讲叫你接受，咱就讲叫你接受，因为过体嘛，过体你这个过体的修行的内底当中，毋是讲走去偏向无看到，我看到，也不见为清净，以这个道理。我伫世间面对面家己咧练，面对面家己咧接受，这是真正功夫咯。你讲好，咱过去咱含咱讲修的，你讲想看卖，含咱情口，含咱讲修的，练到偌济，淘汰偌济人，到尾成果内底当中出几个你讲，真正真修是练出几个你讲。我想讲，一站山影要过快有诶啦。感谢呢，开会嘛，开会就是咱较安好落来上或者新嘛开会。但是一站开会无代表会结果，结果无代表会调哦，会调无代表伊会到你真正下去要办的时阵哦。安尼讲听？所以咱一定要了解，都已经转入到这个在家修，这是伊哋互咱足好的方法，互咱足好的方便，这是伊哋咱这世来都互咱拄着。无你要修的头一个真好，甚至过去离佛陀的时阵，佛陀嘛要出变真离苦了。是伊个大乘法到传统到中国，到一个叫做比丘尼，到这个这个民众。中因为从我中国到有一个比丘尼，佛
困到哪会当去做任务？毋过就经过我靠一困到哪会当在家修，乾坤在家修。哦，你经过我，毋过是白话咱拄着，拢总的，唔当去个平顶。但是这个平顶内底当中是不可玩哦，而平顶内底是不可玩哦，咱来想看下，咱的人生的过程内底，今日食菜你要注意啦，莫讲你今日贪心痴要情啊，哦，查甫见到就是在你讲话当中，一世人当中，哦，惊介一个手介袂起，为一世人内底当介一个介袂起，为一世人介一个保镖介袂起，足济习性的内底当中，迄物件来断了呢。上海人的贪心痴，这个上海人，必然要讲，有你世人，世人，我想要讲这句话，你若看到人真正华地设地的地方，那真正境界有保身体的道，身体的道好有变，哦，若看人看钱，哦，人啊。表面来谈，咱若看到那些表面来想个人去哪里问他，所以呢，今想个人变成一定的了解，一定都传到咱的内底来，咱一定来拄着，咱大一定莫后悔多想这种观念，是因为咱家己无利用时间来判断用怎个要规定来理解，无人会去甲你看。你家己讲，你就会啊，都变成那个这种那啥啦，这装呀，大家来讲会讲，人家真游戏，讲一个面包，伊个讲的啦，哦，你讲这边是位啦，吼，讲面游戏咯，讲钱啊，那些嘞。地铁头，穿迄穿哈利穿毛鞋，出来时阵是车甲堵着，堵着啦，堵着当中伊家己看势，伊总惊着边，伊嘛看着伊嘛看，总惊着边。好，这是伊我这个是照着这比方，一个人真正要修，哦。这个法门内底当中，心若要变，毋是外相会当能改。我想要变，敢是他们那他们啥人？你想，哦，你面前开始变3米蛮正常的，是啦，放到表面上，我没办法我给，敢是安尼？所以真正修的内心世界。迄是甲你控制，而毋是你表象咧甲你，表象甲你是讲，自心，有亏自性感，自性无乱，自性定，自性无痴，自性定，不清空间自定空，心与心来分三法。